经过20天，台南政大书城伫面册上打出公告，决定将继续营运。这篇文章吸引超过25000人来市站，也有一人留言讲会用行动表达支持。连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也去你留言表示祝贺。不管网络上还是来电的民众，确实都很用行动来支持我们。那人潮确实有变多。那这个期间7月15到8月15这期间，我们业绩大概有增加了20%，好，2成。因为这个不列入平常的考虑，因为这是短暂的一个红利啦。那还是要回归常态，变成希望大家还是能平常就来支持实体书店。业者也借此买册优惠来回馈民众。台南市长黄伟綽也真感谢因愿意继续留伫咧台南，并表示这对台南市民来讲是真好的礼物，希望让这个独立册店会当一直伫台南市这个文化高度。要维护这样的书局，还有包括除了政大书局之外，还有一些独立书店，这些其实坦白讲，需要市场的力量的支持，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。那不只是官方的，官方单凭官方的力量是有限，但是就算是这样子，我们官方力量还是愿意在未来书籍的购置、藏书的购置以及活动的举办，甚至于这个一些艺文活动，我们都希望能够跟政大书局合作。另外，台南市立图书馆也举办名人带路踅册店买好册活动，让市民朋友更熟悉台南特色册店，并推广活土风气，也将整合在地资源，结合实体册店办理讲座、新册分享以及文化推广活动等等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